吓，呢間好似主題樂園一樣嘅鋪頭，竟然係貨真價實嘅鐵打館。點解梁天柱醫師會有呢種咁破格嘅諗法呢？一講起鐵打鋪，係咪就會令人聯想一啲昏暗嘅環境、陳舊嘅藥酒，抑或係單調嘅繃帶呢？睇嚟鐵打呢兩隻字限制咗你嘅思維啦。你有冇諗過鐵打鋪都可以好似主題樂園一樣，有住鮮明嘅色彩同埋元氣呢？呢間充滿咗娛樂性、色彩繽紛、擺設晒遊樂設施以及動漫公仔嘅醫館，就係位於長沙灣嘅梁天柱鐵打館。梁天柱醫師作為資深嘅骨二代，16歲嗰年就已經跟住同樣係鐵打師傅嘅爸爸去學習醫術。喺爸爸退休之後，佢亦都好順理成章咁樣繼承咗爸爸嘅醫館同事業。不過作為年青一代嘅鐵打醫師，梁天柱對於傳承同埋創新都有一套屬於自己嘅見解。加上幾年前因為婚姻嘅挫折，梁醫師成為一個單親嘅爸爸，都要獨力撫養當時只有6歲嘅女女。於是原本已經醞釀多年嘅創新思維，同埋為咗可以全天候咁陪住女女，佢就物色咗一個上居下鋪嘅鋪位，而且將醫館打造成一個主題樂園，為嘅只係希望女女有個開心嘅成長環境，亦都可以實踐佢對傳統鐵打醫館嘅改革夢。自此，呢間醫館煥然一新，鐵打館亦都唔再係一個嚴肅、冷冰冰同埋充滿痛楚嘅地方，反而變成咗一個可以俾病人去發掘、充滿咗驚喜同埋玩味嘅療愈聖地。但係梁醫師設計嘅概念又係點樣嚟嘅呢？你好，梁醫師，好開心今日同你傾咗咁多偈啦，認識你多咗啦。咁我都見到你嘅設計咧係好非常之特別嘅。咁我想問下咧，點解會有當時呢個諗法去設計咁樣嘅概念？同埋嗰陣時啲病人會點樣諗呢？我哋個診所設計嘅概念咧，以粉紅色同一半骷髏骨頭做主題嘅。咁粉紅色咧就我女中意啊。咁鋪頭裝修嘅時候咧，我問我女中意咩色，佢話粉紅色。咁我就揀咗粉紅色啦。同埋咧，你頭先一開始都講咗啦，以前啲診所都係昏昏暗暗啊，因為好似好白色，好死死沉沉咁。我覺得我哋同病人傾偈嘅時候應該要開開心心，所以我想用一啲粉色嘅系列做主題啦。咁骨頭咧就係睇鐵打，所以有骨頭，所以一半骨頭一半粉紅色。咁啲病人通常啲反應都係點咧？有啲人經過門口覺得唔係鐵打醫館啊，或者你頭先入嚟嘅時候都覺得係一啲嘅公仔機啊，或者遊樂場或者幼稚園都會有嘅，係啦，就要望真啲嘅招牌先見到梁天柱鐵打。係咧，咁梁醫師你係骨二代啦，你對於非遺嘅傳承同埋創新又有啲咩睇法呢？我身為骨二代咧，因為我見到我爸爸媽媽或者其他啲鐵打醫館都比較舊式啊，同埋好似睇嚟睇去都好似老人家。咁如果老人家離世嗰隻變咗冇客源咯。如果唔係，即係好似上個月有間執紙粒嘅鋪頭執下就執埋粒。咁所以咧，我作為骨二代咧，我想試下去重新改革一下呢個鐵打嘅行業啦。咁鐵打嘅行業都屬於中醫啊，咁都屬於一個非遺嘅。咁其實大部分非遺裏邊嘅大部分嘅人士咧，都係用一啲傳承啊、保存嘅。其實好多時都剩翻幾位人士去繼續堅持。所以咧，如果我希望行出第一步，試下將呢個鐵打嘅行業改革，希望令到更加多啲人認識、了解下我哋呢個行業咯。咁未來會唔會仲有一啲新嘅創新啊，或者嘗試呢？咁我哋鐵打醫館啦，咁啊每一日咧都會同4個唔同嘅機構提供義診啦，或者會有提供一啲義展啦。咁我哋負責派飛，跟住派啲福袋，幫啲老人家剪頭髮啦，跟住仲有派飯啦。我哋做好多唔同啲特別嘅嘗試，希望令多啲人關注我哋鐵打呢件事啦。咁好似今日我哋又會同啲一啲慈善機構去派福袋啦。咁揾咗啲 KOL 過嚟幫手啦。咁嚟緊下個月咧，就可能會同啲學生會嘅學生嚟派福袋啦，令到佢哋認識下鐵打或者做一啲慈善嘅工作咯。咁今日好多謝梁醫師咧，你講咁多非遺嘅資訊啦，同埋教育小朋友嘅嘢俾我哋嘅。咁我都祝你生意興隆啊！同埋咧，能夠幫我哋咧繼續傳承呢個非遺嘅火炬。係啦，咁我哋今集時間咧就到呢度啦，拜拜。